海圖法師修行筆記。一、我們出生來到世上，是要為人類的幸福與快樂而努力的。二、願一切眾生，佢幸福安樂，佢平安和樂，這是世尊的心願。譬如眼睛所見及所不見，住在遠處或在近處，已經誕生將欲誕生，一切眾生俱享幸福，以及生此世者無一人其幸福如我。這些其實都是支配這個法界的佛陀的意志、願望和誓言。我們現代人必須深切的體認，唯有佛陀的本願才是人類本然的存在。三、菩薩聖位者，乃至盡生死，行成眾生利，不取諸涅槃。菩薩永遠只為眾生的安全幸福着想，自己絕不先去享受涅槃之樂。本偈的志趣是教人從現實之中去發現真實，從人的存在中去發現佛的智慧之道。四、佛言：人於世間，不兩舌讒人，不惡口罵人，不妄言綺語，從是得五事。何等五？一者，語言皆順；二者，為人所愛；三者，口氣相好；四者，得上天，為諸天所敬；五者，從天上來，下生世間，為人好口齒，他人不敢以惡語污之。今見有從生至老不被口謗者，皆故世宿命，沒口善言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慎莫妄讒人。五、害人得害，行怨得怨，罵人得罵，激人得激。出要經。六、誦經有誦經的因緣，誦經要想解入，有其因緣。清淨心為因，講學多聞為緣。清淨心是智慧種，一念不生般若生，以戒定的功德生智慧，生死煩惱要以戒足，以定縛，以為殺，這樣才能了生死。七、有三種緣障智慧，第一個就是不持戒，第二個喜攀緣，第三個好賄婪。八、持戒律就可息你的攀緣心，持戒律就可息你的五欲五蓋。九、有因有緣智慧生，清淨心為因。體講學多聞為緣，講學多聞依附於清淨心，否則背道而馳。十、智是分別一切法，為是不作分別想。拿心經來講，色就是智，空就是慧，此即智慧。11、清淨心怎麼得到呢？念佛念到一心不亂就是。12、什麼是佛法？沒有貪嗔癡是佛法，有貪嗔癡是外道。貪嗔癡是因緣生，因緣生沒有自性，沒有自性就是空，空就是慧。13、如何啟發智慧？不着一切相，眼看色不着相，耳聽聲不着相，等等。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着相做10種惡業，生氣是着相，不開智慧。14、如何開智慧？修眾生忍，修眾生忍可以增加福報，福報增加可以開智慧。15、故得讀經，先燒一爐檀香，好像對佛菩薩一樣，不敢絲毫大意，心不狂熾，然後讀經，所以叫
焚香夜讀，最好讀經時先合掌默念佛號，心確實清靜下來，以後再看。16. 何謂眾生忍？對一切眾生要原諒，要慈悲，打我罵我的眾生都要原諒他，甚而言之，殺我的眾生也要原諒他。17. 聞思修慧者何也？聞慧者，聞得之法，心常愛樂，不厭倦也。思慧者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實相思念觀察，無常也，苦也，空也，無我也。知念念生滅，不久敗滅，現離之，趣佛智慧也。修慧者，為實離欲不善法，漸次趣入正道也。發菩提心路。18. 成佛是完成人性和佛性。佛性即是清淨圓滿的覺性，佛性的完成必須具足智慧力、慈悲力、精進力。佛的智慧力徹底覺悟了真理，達到圓滿的無上智成等正覺。佛的慈悲力廣度一切眾生，發揮利他的德行。佛的精進力勇猛精勤，不畏艱難困苦，久歷生死修行而成佛。19. 佛陀是人，由人修行而成佛，完成了至善至美的人性，又完成了究竟圓滿的佛性。他是一位賢人，一位聖者。20. 打坐可開智慧嗎？可以，也不可以。打坐身子不動了，如果你心也不動，開智慧；如果打坐心還動，不開智慧。21. 他身滋養你身，心上如何忍得？22. 顯發慈悲，即見如來。23. 眾生身心上的苦，即是菩薩心中的悲。24. 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，人生最大的毛病是自私，人生最大的失敗是驕傲，人生最大的勇氣是認錯，人生最大的歡喜是發樂，人生最大的發心是利眾，人生最大的過失是侵犯，人生最大的錯誤是邪見，人生最大的煩惱是慾望，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無知，人生最大的疾病是煩惱，人生最大的財富是智慧。25. 記取教訓比仇恨重要。如沒有大浪的衝擊，哪能激起美麗的浪花？26. 解鈴還須繫鈴人，只有自己才是自己思想的主人，人生的駕馭者。27. 西方哲人尼采曾言：人應該常以敵人為傲，敵人可以讓我們成長。8. 菩薩行願文，雖然眾生變成惡仇怨敵，罵我害我，但這都是菩薩的大慈悲，為的是要消滅無量劫來我見偏執所造成的自我罪孽。29. 忍辱波羅蜜是當下避免再造新殃與衝突的最佳良方。30. 與其改變別人，不如改變自己，因為改變自己比改變別人容易。對於事後能把消極的仇恨抱怨轉化為積極的檢討自省，學習寬恕與包容，化逆境的絆腳石為快樂成功人生的踏腳石。31. 菩薩的性格特徵在於慈悲，
所以不畏對眾生的難度，以佛道的長遠。菩薩的思想特性在於般若智慧，所以泯除對於世間種種道德現象的執着，以達無分別智，認為宇宙與我一如，眾生與我同體。菩薩的精神是堅忍與精進，首先要發菩提心，上求下化，才能精進不斷的利益眾生。華嚴經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32. 懷恨難入菩提道，應修寬恕與慈悲，成功不由別處得，唯於忍耐天下平。33. 以念誦懺悔培養宗教情操，安立於聞思經教慧學中，不求速成，以待時節因緣。印順導師。34. 寧作三界法王，不做轉輪聖王。佛陀以大慈悲力、大精進力，能破一切魔軍。我們要天天降魔，時時降魔。35. 人可以憑着他的意志、決心及今生的行為去改變自己的命運。36. 唯有愛心才能對治瞋恚，唯有慧見才能斬斷無明，唯有慈愛才能克服仇恨，願一切眾生永遠安樂。37. 佛陀始終強調非智雙運，好頭腦與好心腸應攜手合作。38. 佛是身語意識得清淨的人，佛之心法身或真身可視為佛，佛之語或內在活力可視為法或教義，佛之身可視為僧或修道團體。39. 從敵人那裏你才能學得真正的忍辱，當你面對敵人的行動時，你才能學得真正的內在力量。從此看來，即便是敵人，也是教你心的力量、勇氣和決心的老師。40. 煩惱之起，是因把本無的善惡強加於對象之上。我們是在畫成天竺，結果引來煩惱。我們了解事物的實相，而不妄加增添，能幫助我們控制自己的情緒。41. 一切無常物，一切有為法，皆於因緣和合而生，故名緣起。緣起的法義之一是，一切現象皆於其各部組合而得名或出生。緣起的法義之意是，現象的存在有名無實，現象並非客觀獨立的存在，而是依主觀的認定而有。42. 精細五蘊終將轉化為五如來，色蘊的淨化之上名大日如來，受蘊的淨化之上名寶生如來，想蘊之淨化之上名阿彌陀如來，行蘊之淨化之上名不空成就如來，色蘊之淨化之上名阿初如來。轉成佛心者，是此生，非外來之身。換言之，佛性天生，非來於外。43. 智慧必須有愛護他人、慈悲他人的動機為本，以是智慧能用來利益他人。如是方便與智慧乃合而為一，未摻雜妄想之外，是非常合理與明智的。44. 不含情緒，而含對究極實相之證悟的慈悲，甚至能廣及敵人，而且在對待敵人時，此種愛心甚至會更強。45.
修菩提者有4種子：一者不貪財物，二者不食生命，三者修行忍辱，四者憐憫眾生。46. 大乘法要以利他的大悲行完成自我的正法。47. 眾生常情，愛其所親，惡其所憎。菩薩得心深故，冤親平等，視之無異。等心者，這無人心事。48. 佛陀說，了解苦的性質，斷除苦的原因，證得苦的熄滅，修持真實之道。根據龍樹菩薩的中道教法，苦諦：苦來自生死輪迴，輪迴則是無明所引生的業報。集諦：業和無明是苦的真實原因。滅諦：業和無明的完全消失。道諦：證得滅諦的道。49. 大乘行者志在證得究竟涅槃，成佛。成佛不只是為了自己，還為着一切眾生。大乘要發菩提心，悲智相應。50. 為了證得涅槃，必須修持4聖諦。小乘只求自己進入涅槃，行者必須生出出離心，勤修戒定慧，以清除無明和無明之因，最後證得涅槃。51. 惡業是苦因，惡業來自無明，無明則是未調伏的心之產物，所以心必須用修行加以調伏和控制，才能停止惡念的流動。觀心可以止息惡念和妄想。52. 佛像是最合適的所緣境，能產生強大的念力，減少妄念。53. 修行必須修心，修行的圓滿不僅靠表面的改變，如出家或誦經。如果心態正確，一切行動和語言都可以是修行。54. 佛教修行的第一要件就是轉念，修行人必須皈依佛法僧三寶，深信因果業報，培養利他心。55. 真正發心出離世間法，可以帶來大喜悅。56. 不修心，即是山中閉關，也只是做地獄人。57. 繞塔、讀經、打坐，把你的心從世界轉到修行。58. 佛教的修行就是戒定慧三學。59. 修心智充滿慈悲，置身於不變之境。60. 我的心不為外物所動，粗野的話不該從我口中流出。同情和憐憫是慈悲觀念永遠流傳在心中，不令憤怒和憎恨心生起。61. 一切語言有： 1. 合乎時機和不合時機的言語； 2. 合乎事實和不合事實的言語； 3. 溫柔和粗野的言語； 4. 有益的和無益的言語； 5. 慈祥和憎恨的語言等5對。62. 雜阿含經、49律經，為解除人性的見憎與欲憎的5種團體人際互動的原則，說話5要法： 1. 選擇對話的適當時機； 2. 如實的對話； 3. 言語柔軟； 4. 對話內容有助於煩惱的止息； 5. 關懷悲憫對方，
不起情緒。63. 憑主觀說話的人，永遠是語言的奴隸。持正念做人的人，決定為佛法的種子。64. 最有力的手與嘴，才寫得快。法說淨義，不慳不誤，堪攝眾。最有德的行與願，志不着此，悲能獻身，不戀不畏，決效佛。65. 學佛就是打開心中的門，窗戶打開，陽光進來。66. 生活就是修行的道場，人生就是不斷地付出。67. 佛教的修持，即是生活的實踐，也就是如何運用佛的智慧與慈悲來解決我們所面對的生活。68. 健康、道德、愉快、慈悲，也是可以傳染的。69. 法句經，愉快是諸佛的喜悅。70. 真正宗教意義和目的是內心的覺悟、淨化和慈悲的開展。佛法的根本意趣在於解脫與菩提，智慧與慈悲。71. 宗教應該生活在此時此地，而不應是一個人對他的生命和下一個世界的夢。活在當下，人間佛教，佛在人間。72. 佛教是引導人往內看，去尋找隱藏於個人內在的潛力，而不是導向不可知的外力，是向內完成，而不是向外獲得。73. 內隨緣，外隨緣，才能自在隨緣。74. 一念心覺即是佛，一念心迷即是凡夫。75. 歡喜是淨土，煩惱是火宅。76. 我們所有的世界是在我們的內心，世界是以心為主導，而心必須要適當的訓練與淨化。77. 唯有人才是現實生命的創造者和自己命運的設計者，這正是佛教的特性。78. 原始佛教中最重要的修持，自律、自制、道德的陶冶和心靈的進展。79. 正確的出世觀是必然的配合着世間的淨化。印順導師。80. 思想和平工作者的三大信條：質直無言曲，誠實不虛狂，柔和不粗獷，令重真理重世間。81. 工作是道德，服務是幸福，懶惰是罪惡。82. 涅槃經說：知足第一富，無病第一貴，善友第一親，涅槃第一樂。83. 快樂因調伏自心而有，心不調伏，樂不可得。84. 煩惱暗宅中，常須生慧日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六祖壇經。85. 人老必須用善心予以平衡，慈悲為本的人間菩薩行。86. 世人皆從智慧成其道德，一心念道，愛欲自滅。
87. 依見起行。見，緣起見空性。行，無害行，慈悲心。88. 欲為苦之因，欲止則苦除。對於一切皆苦的洞察，隨着心靈的成長而增進。89. 提倡教育，人品重於財富，奉獻重於積蓄，智慧重於技術。90. 建白佛塔不如活一日，提升人品比籌措經費重要多了。91. 熱誠的心是我們最需要。